阮老爸互你爱的时阵，我搁伫阮老母的巴肚内，是阿嬷甲我讲的。我迄个老爸哦，伤过刁直，甲朋友创伫咧后壁寮啊，有一天兵仔来，就拢总掠掠去。阮老母一开始阁足烦恼的，希望讲伊当互朋友先离开。毋过迄个老爸就是放袂落心嘛，我往拢做共犯。自我捌代志的时阵，我定咧想，我即个老爸到底是箭头，还是英雄？大家就是有共同的理念，才会相敬相挺。若换做是你，嘛一定会甲恁老爸同款。若换做是我咧，若换做是我走路，你敢会甲我顾？加讲诶，你哦，爱珍惜啦，连走路拢有敬畏阿顺，阿红甲你斗相共，你还一世人人会记真诶？无啦，哪有阿顺？无，你含面就念几关呀？什么敬畏啊，阿顺啊，阿红炒饭，连过大头拢讲出来。我甲你讲，你要注意啊！你莫一天无丢地，拢讲出来，足危险。大家就是好朋友，才会拼性命来甲我斗相共。我敢有可能去共拖累？听我甲你讲，这毋是讲算笑的。我若搁含面，我袂讲话，你一定爱甲我叫起来，知无？